身呢，一宿水天哦，一波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西该土地呀，莫啥莫西。该土地，莫啥莫西，给土地哟。树风又调，笔筒又水天又深。我给予家婆，哦哦哦哦哦我想爱三姨法人讲，我爱苏妹太太子去。你做伊讲听听咩？唔记得冇？算命先生有讲，苏妹命带有2个阿妹，我去验房，才会好命。苏妹就搞不稳嘅，对根本伊去死，就会难为。 東映駅お越しの皆様、こんにちは。上行きの列車はすでに本駅に到着しております。ご乗車になられるお客様はご乗車の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本列車は夜22時30分に終着駅当駅に到着する予定です。お間違いないようご乗車ください。東映駅にお越しの皆様、こんにちは。 上行きの列車は文斌真正比太祖較大。ご乗車になられるお客様はご乗車の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报纸顶官刊讲，关东军每一场战争拢拍赢。30分に終着駅周防駅に到着する予定です。お間違いないようご乗車ください。小姐，礼拜2よ。なんで？ 自家夢の中とマラトフとかあとのかね。日本語なら。用咩嘢？还没水呢。我准备订婚礼嘅菜啦。
不可以害死的亮啥，吃都很点心哦。你功课写题嘞？乖，去洗素面，喝水满。嗯。阿妹，素面学遐去个片几多年，那是赚啦。无按脚啦，唔要紧闭上起下。嗯。皆様こんにちは。台北行きの列車はすでに本駅に到着しております。ご乗車になられるお客様はご乗車の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皆様こんにちは。台北行きの列車はすでに本駅に到着しております。ご乗車になられるお客様はご乗車の準備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鸦片一比3。Anh số tia hay yên bố không? Nhung à, Thiền cũng nên học ai做先呢？台子有数呢，有学过天数，唔是少啦。迄做伫台资去发练，但国马家就唔要书面高本去。呀下工业嘅有嘛用啊？嘛该有用无用啊？名讲名嘛有用的咯。怎么该听说高本去？好啊，就算名买好咧，因为人望讲总唔得休去1,000年。第23血泪一案，听音乐，卡将有带点爱到苏欧茶条，盘刺通茶。なるほど、君もカレンコーに。はい。縁がありますな。本当に。お客様の皆様、車は間もなく参ります。この車は朝の7時に周防を出発し、お昼頃に8時分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。ここからカレン港行きに乗り換え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の車は安全第一で運行いたします。经过南澳、和平，再过来清水白宫。6年一夜辛苦的旅程总算结束了，法莲讲到了。做乜啊？阿哥，來啊！係阿 Q， 誒，用嘅咯。記性差。哦，咁唔怕啦，而家就好啦。誒唔掂哦，兩手喺度奶병他，你啦等幾日啦。太細，可能聽阿叫。冇相干啦，你來就好咪。
ngay đây thôi. Ngay sống ra, sống ra. Tên gì không? Tên gì? Mau ăn đi à?这时节，花莲公堂已经动闹热了。火车头面前的台路，可干的桥有丽莎、翕相馆、龙米店、大铁店、金香店，还有杂货店。路上没有看到多做西装的人。这下吼，先到外界片坐一下，人家说吼，先中酒了。好啊。有啲木嘅吼，漂泊嘅，加上嘢吼，冇水十條，唔記洗吼，咩程度嘅哦？應該都嘅看一下，所以嘅官場溝通啊，都遲嘅條路，一般一講啊，加上嘢咯，呢個4、9班。家，也做得得生意去冇4年帶定我用嚟做洗腦，佢先拿手天數回來。安尼唔會太高產喎。唔會啦，不過啊，2、3年帶定4年哦，能快做艱苦哦。唔怕啦，你做生意呢，也要堅持。好啦，呢個有冇喺時間嗬？是哪一個？哦。我講什麼？你來了？哎。你好，你好。厝妹倒位哈？阿嫂，甜甜的哦。來，因為嘈啦哈。那些阿妹哦，當日帶本唔掉的，那些鹹酥肉，阿妹啲唔好食茶。還有茶米哦。阿嫂，嘿， 1、2本魚，我即個做的。啊好。阿哥，1、2本魚。哦，什麼？啊，今後呢，是回來。你看那呀，厝妹手工製作都很有涵養哦。哎呀，你真是很強哦。來了，食茶啦。哦，唔係什麼啊？啊，涵養哦。按到嘛個名？蘇妹，很叫咩啊？叫咩？蘇妹哦，乖。太阿姨，一路審查嗰個冇強用呢，係那是做以前阿爸阿妹。厝妹，佢木嘅哦，有讓洗好嘅啦，就啲啊手圈呢，希望等下帶唔過嚟看啊，好。好啊。我很丟緊啊，人家吼水倆，天公也天公哦，怎辦可以啊？唔要緊啊，你上過去看啊。啊，係啦，佢觀望團務吼，先過嚟看下咪好啦。哎呦，哎，好啦，好。什麼呀？係。都有，好。哦，頭前就係啦，這件就係。好。今天好啊。
天塌下来，卡将岩石就到做下，起火暖水。帮小忙哎。系啊。帮小忙，家长袂忘。来啦，去家家，你是生日呢哈？阿哥，你冇卡有天赋呢。石头进步，鸦片哦，因为因发展，山茶钙片哦，请叫妹妹有。好神奇吼！来坐来来，哎，坐来哈。阿姑，分了。来，做好了是吧？好。来，阿妹是谁？阿文良哦，伫个都种好教，太去文昌哦，伫个功课做些无赚啊。哟，也唔会用无人减呐。呀，花莲工厂有的呢，动市动好势咯。淑妹，来，叫妹结本哈，来多生5个哦。俺子生。那位汉人多么啊？无多啦，好人较多。该点条吼，全少记得快个咩？买东西吼，工人要发当然是啦。安尼就好。我想总着会揣，约着会给阿伯。唔是条件啦，根本是涨多呢。伢说要咱天数啦。系啊，唔看到有时啊嘛该，等等你结婚买啦，哈。阿哥阿嫂，今暗晡过后，来这里改变这家煮，我想爱做掉托你。好啦，好啦。呀，就迄个下半生的，我迄个比数嘿。卡将肯定也一切，心都动不安。不过，也本佢有一种想要打拼的力量，叫一个有希望的生法，一切重新来过。
你是？我刚刚打电话来，有打来问路。哦，雀小姐对不对？欢迎欢迎。啊，行李给我给我，我带你上去看你的房间。来来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这一间的 view 啊，是我们这栋最棒的。啊，崔小姐，我们这边哦，工作人员不多，要是招呼不周，请多多包涵哦。可是我们有准备早晚餐，那个食材啊，都是我们自己种的。你们自己种的？对啊，都没有撒农药的哦。啊，我叫安瑜，要是你有需要，你就吩咐我，不用客气。那钥匙我给你留在那边。为什么一直不接我电话？你又怎么了嘛？在生我的气哦！我们有约好见面，我等了。我人在花莲。你怎么又在花莲？你不是回台北了吗？我有工作，我先去忙了。佩佩，你听我讲，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好好谈一下。觉得现在不方便谈，等我这边忙完，回去再谈，可以吗？佩，我跟你讲，好吧。弟啊，苏妹，带阿姨弟啊，来，带阿姨呢。冇事情哦，冇事情哦。苏妹，哎，苏妹，阿嫂，嘿，來啊。蘇妹，未來嘅，你來去結婚好嗎？結婚嘅嗬。阿嫂等下哦。好。來啦來啦，到位啦，就係呀。看哦，要卡行啲呀，差唔多幾點鐘嘅呢？不錯，迄無講那較台風嘅東西來買，總唔會當當來到呀啦。唔該注意哦，孬嘢嗬。有點唔看起來冇乜強樣誒。講假的喎，上空來啊，阿 Miss， 湯姆森，阿米錯，來一片，來啦來啦，來講一句要點啦，你咪看啦。OK， 這我小狗啊。又來哦。係啊，看啦，看我買乜嘅？上海表米，半斤兩半斤。好啊。OK， 米幾道？啊，糖加鹽半斤。菜雞。頭家，
菜鸡一包。好啦，好啦。各位，含外卖脚头老凉的，来上我快菜宴，自家种菜。好啊，真好啊！来比我这边有一件来当便宜，等下带你过嚟看啊。好啊。太阿姨，身體太順，出咗我考。来啦，呀，我就向人们讲过的啊，秋群的西施虫，但是哦，就会好多年啦。你迄讲买乜个抢菜啊，呀，迄中药鸦片就有啦，哈。大哥，今日无咩买菜啦？干嘛呢？都汉卡，啊？记得哦，迄木头朋友的男人呐，那迄西片杀来的，关键上头朋友，就说看到较后生的什么，所以我就讲测试，哼，不骗。就说啊，你迄讲伊上演出来，较注意点哦，哦，那边，你啦，晒晒你转啦，哈。相爱同一次比。卡强迪爱生存下去，就会有办法样靠自家。故说，佢对种菜开始一步一步展开新生活。做咩啊？阿哥，你无闲啊？无啦。明早吼，应该带着啊一家录个种歌跳舞的本啦。哦，真嘅了。那边都做会好哈。啊，子生呢？有，俺都天数好了啊。唔是啦。哎，都对啦。哦，苏妹，俺乖哦，要天数哦。那很无聊阿哥啊，用了时间带你回爸顺顺的好吗？哦。苏妹，老公，我喺啲啊當久，對根本嘅意思，唔好個嫌愛太阿姨，我嫌愛卡醬，點麼？讲好下好吗？水母诶，阿妹，苏妹那時轉來，我都想見呢。你就飛轉來咧？蘇妹係當久，怎會轉來？阿爸講笑啦，唔是雜記。唔是那個偏激的啦。你講嘅乜解花啦？蘇妹老太阿姨去法蓮宮，佢哋要去到幾片？
佢講看到太順出轉來。我免過來。阿爸人再我講一擺，因為談清楚。順便老太阿姨去法蓮宮翕，法蓮宮東演，佢就要東救怎麼轉了？安尼咪抵冇？爸爸，你去了順便帶轉來。阿妹，來，阿婆向我水。阿婆。你得看啊，聽話咩？素梅，素梅，睡梦了。出麦，阿嫂，来，我带下番薯叶包分装啦。哦，按这些哦。哦。哦，盐奶做得咯，懵懵的呢。哎呦，天摆哦，徛脚头，无想爱啦。我是真嘅冇想到，你按善忙，按不会做哦。好的，阿哥阿嫂，该怎做的哦？按业拼贴。哎，苏美用的呢，忙有关系哈。天天的来啦。也系啦，好啦，见冇哈，我先你转。啊，按这些哦。又干嘛仔细？素妹，哇，来看书。太阿姨，因为呢？我讲。
你啥的哦？哦，干嘛嘅啊？哈？阿姨唔见嘞，无爱苏妹嘞。冇叫冇叫，冇啦，阿姨开水咩？哈？来，要不你吃？娘嘞？汗水。过以后。甘甘呢？唔使下來食飯，就嚟要各自共用，真開是夫婦嘅，天天嘅就會咁甜嘅。你哋嘅做乜嘅？我哋嘅小心呢，本爺妹保平安啊！家嗌咩愛小心嘅本爺妹。好，等啦，一托個卡個，小小事誒，就做得小心嘅啊！嗯。你睡嗎？乖乖。嗯。三妹，來花蓮講3日咧，一切順遂。阿妹好冇？我睡嘅一間屋，後日要去開社做事，順便當乖，唔使掛念。妹，妹。阿賢，今後は自分でしっかりやるんだぞ。蘇妹，佢喺阿賢桌上。阿賢，都叫我夢到阿賢。相愛同一次，一次比。來到花蓮港第2年，卡醬就去東坡水山卡布西基街下做事，為了有好嘅開始，也年走順，還好好留七家打理過。阿哥、阿嫂，哎，什麼嚟來哈？係啊，蘇妹，很遠啊。阿 Q 妹，很乖。阿嫂，
苏妹就拜托你了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来，我乖乖糖球梅花哦，吼，卡奖动作就转呢，唔是惊哦，吼。好啦，你是谁啦？好啊，好。卡奖。你嫌我乜嘅？卡奖。很乖哦。要不然，喊坐得吗？坐得。坐得。坐得。停啊停啊停啊！我平常时吼，行家路哦，搁能上班，我冇想到给行唔惯啊，补唔到啊。唔要紧啊，行家几摆哦，就要管你啊。给冇歇你下回啦，哦。好啊。洗水，洗水。真係冇想到，法輪功按發展，你確實較道理哦，比三沙行較鬧熱咧。也幾年哦，日本政府啊，鼓勵太極卡賽過了兩片咩？佢哋行哦，建設1來1號咧。人家唔係有經過一間你考百貨咩？係。該確實較道理，該順條還有一間為什麼人讀嘅高等學校？2號，香港哦，南北韓國有農業甲工業嘅高等學校。我一定希望蘇妹你早啲讀到高等學校。你係按你想嘅啦。這一好嗎？好啊。你就行咯，哦，哦。今天行，哦。沒事哦，我這個奶唔好，真係講下。唔會管你啦。阿來哥，哦，係，阿強，來啊。阿來哥，禮拜就麻煩你啦。冇問題。你啥？怎麼樣？我去上班了哈。阿太講哦，年輕哦，唔是少啦哈。你唔該就會搞你。那個我先走了。好。麻煩你啦。好啊，好好。先行，先行。行。阿哥。冇事情了。好，來，我帶你。好。以前做過嗎？冇。唔怕。來，學點做呀，要摸一奶啊。醫生，來把火要冰奶。好，捐呀。阿姐啊，冰啦。阿舅媽，先落去搞佢下。好。嚟，叫佢搞佢。來啦。做係你啊？安妮。安妮，點啊？哦，點。哎呦！哦，那這樣呢？哦，你腦型厝妹安呢？就好啊啦。厝妹，
伊死人阁有囡仔呢？有囡仔好啊，做边的老爸啊。嘿啊嘿啊，嘿啊！我看你孝想啦，孝想也免开钱。对啊，敢讲你无想？诶，我才无咧。你无？除非吼，天落红雨啦。我看你咧想啦。做什么？很做的了。阿基啊，边角啊！又滚喽！你对哪来啊？我迄3年，俺都出门啦，喏。俺都下手啦，迄讨厌，唔来几久的啊？你听听啊。俺哦，中年人诶，两公婆哦，就会做工诶，喏。俺老公过生诶，俺带妹来帮俺过啦。是茶啦，来啦。辛苦的一年结束了，卡强的心总算挺撇了。不过，面条前一枪还有买个多个点点，卡强抢走的我的硬劲，让点海风，一步一步行向梦地的未来。阿腾，这是不是钱啦？你要不要你啊？喂，你做嘛呀？阿姑，用的呢？苏妹，怎么用啊？唔见太嘞，苏妹，苏妹。一次比